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着哦，咱彼此来请啊，上帝稳定教育你用哦。你的边啊，彼此来祝福哦。来，手借我来。和善呐，和善呐哦，俄罗斯的意思哦，归荣耀咱主上帝。和善呐，和善呐，和善呐，归之冠上帝。和善呐，和善呐，和善呐，归之冠上帝。咱着这些俄罗斯的生命，冠冕荣耀归乎主上帝。和善呐，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些俄罗斯的生命，冠冕荣耀归乎主上帝。和善呐，归万王的和善呐，和善呐。和善呐，和善呐，和善呐，归之冠上帝。和善呐，和善呐，和善呐，归之冠上帝。咱着这些俄罗斯的生命，冠冕荣耀归乎主上帝。和善呐，归之冠上帝，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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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些俄罗斯的生命，冠冕荣耀归乎主上帝，冠冕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些，咱着这些俄罗斯的生命，冠冕荣耀归乎主上帝，冠荣耀归万王的王。拍拍将荣耀归乎咱的主，咱的上帝哦。咱姊妹，咱的主是荣耀的主，是堪得咱俄罗尊重的主哦。咱要献上咱的感谢，你早起起来，你有感受啥？出日的雨拢是主所定哦。伊用稳定的雨来润泽土地吼，也互咱的通伫遮来享受。检测有人遮来感觉不便，但是却是咱的需要哦。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是在尊重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予伊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就悔改归向上帝，通互恁的罪得到擦消。哦，所以对伊个经文，互你感受到讲伊自爱，然后咧，伊引带咱行义的路，行正路。行义的路，互咱有平安的日子通过哦。所以咱就爱行正路，回转伫伊的正路，罪才会当得到擦消，然后咧，才会当享受迄个平安的日子。所以咱若要平安，就爱享受伊的救恩，就爱活倒转。所以兄弟姊妹，若要开声来祈祷，咱来感谢你透早起来，你是吐气还是感谢吼？咱献上咱来感谢伫主上帝面前，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受赐你换命开示互阮的主上帝。阮何如感谢你，你阁保留阮的开示，阮的性命，互阮会通伫遮来享受你所享受的万美。感谢你，互阮可以通伫遮做伙来敬拜，来学罗你，这是你恩典。有做个兄弟伫地铁不便的中间。有缘会通伫线上伫遮来敬拜，无论伫线上伫阮的实体，主啊，你拢白白恩典所满伫阮的中间。
互阮会当享受你所赏赐互阮，而且会当样的资源，也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恭敬来敬拜你。天父，阮的上帝，阮学了感谢你。因为你恩典，互阮一透早起来，阮就会当享受你所赏赐迄个活命的启示。也阮会当知影讲，伫世上有劳苦，但是伫你愿要享受你所赏赐的各样的好物，来伫遮将荣耀恶乐归互你。主啊，你也赏赐阮一条回转的道路，互阮行伫主你的义的路。伫义的路中间，有阮陪伴恩典，陪伴平安。阮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姊妹，咱也要将咱的劳苦重担交伫主的手中哦。咱用主的话，马太福音10章28节，咱做来讲来。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特别我会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所以你有劳苦重担无？有啊，病痛哦。所以咱拢保罗讲啥？苦啊，我会做人啊，对无哦？所以有侪这劳苦重担，毋是苦袂了啊。咱靠耶稣，咱苦会起哦。咱会通去面对哦。所以伫遮劳苦担重担的哦，背重担会通受困伊。所以也是互咱有一个抒发、一个安那讨放的管道。所以你若劳苦重担，免家己伫遐呢郁伫心内吼，对伊吐吼，心事啥人知，讲互伊知吼。姊妹，咱的兄弟吼，话伫病院、到病房，面对这癌症，哇，这是真辛苦啦吼。咱为祈祷啊，嘛有这个兄弟死失哦，为众嘛伫遮，恳求上帝来帮咱来安慰哦吼。所以伫遮，如果你若有需要的吼，咱会当行起来，也是这个吼。咱每一遍咧祈祷时，你用你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头前吼，这位上帝是要成就应验你所恳求的上帝哦。所以你若需要，你就会原地站起来吼，阮同工就会为着你伫遮来祝福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你若需要，你就会通站起来吼。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楼上的文杰长老，文杰长老。靠你担会起，背会起。现在主面对亲人的失去，迄款的哀伤，你知？求你来安慰、扶持。伫阮的身躯边疼，你嘛知？在阮的苦痛，在我安怎面对迄个医疗的过程中间是艰苦，但主，你所享受的恩典高额，你诚做阮的亏难，诚做阮的帮助。主奉你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阮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你的施恩赐福就对你的宝座来降落你的医治、供应甲平安。互阮伫这个礼拜中间，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安慰，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光强。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伫遮收办请坐吼。
咱为着主伊直接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上主应该受称赞，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上主是我的快乐，我的盾牌，我靠伊。上主帮助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诗歌称赞伊。上主是我的，敢是你的？这诗人的，敢是你的？所以这是诗人的宣告，讲伊是我的快乐，我的盾牌，我的帮助，我的倚靠吼。兄弟姊妹，这就是你的宣告吼。你会当祈祷，上帝啊，你是我的吼，我的医治者，我的帮助者，我的供应者。你需要啥？对求，甲讨吼。咱为着个人，你甲伊有好的关系，你甲讨吼，迄个关系好，就会通伫遮来供应、来帮助你吼。咱为着因为落雨，所以医疗就关怀就无喙吼。咱后主日咱要来选5位长老甲8位执事吼。过去拢有一寡欠缺咱恳求上帝伫遮来掌管这礼拜嘛有祈祷见证会哦，来听看兄弟姊妹安怎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咱为着这个年长者吼，因还阁有一个所在，就这个所谓，无论是上年大学还是关怀的据点，拢有通互因伫遮，因为安尼得到救恩，因为安尼伫遐来得到学习，也是讲一寡这个财物。恳求上帝来帮助，无论是实体，伫线上嘛是有当时拢100-200人、200多人安尼吼。感谢主，咱会通伫这个疫情的世代变通吼。咱也求上帝来帮助吼，互疫情紧过去好唔好？恁大家拢想要出去佚佗，拢无法度出去佚佗。即摆开始有人拢开始订机票，你知无吼？不过掌管拢是伫主啊，对吧？所以咱求上帝来怜悯这个世代能透过这个疫情的结束，是一寡这个改变，互咱会通伫遮活过伊。来，我邀请咱做伙起立吼，做伙起立。咱做来祈祷哦，做来祈祷。咱要进入伫咱的礼拜咱的敬拜内底。哈利路亚！主，阮何等感谢你，你的同在就互阮有平安，你的同在就是互阮有快乐，你的同在就互阮有倚靠，你的同在就是互阮有盼望。主啊，感谢你，心无平安的行起来，你的话要来安慰因，心软弱的起来，要伫遮来定心得回来。主啊，需要保护的，你就诚做因的保护者，你诚做用恩惠，诚做盾牌四面来顾守因。感谢主，感谢主，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于主你。听阮的天父上帝啊，你想事这个礼拜，就是要互阮甲你建立好的关系，毋是干那这个礼拜，这个时刻是每一天。阮透过迦南之声，透过阮的灵修，会当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阮若甲你有好的关系，阮就通伫遮恳求祈祷，拍门的你就为阮开门，求的你就要互阮得到。主啊，这是你的话内底应允，想使阮有信心伫遮来面对你的恩典的时，阮用信靠来到你神宝座前，伫遮大大来你来开嘴来恳求，愿主你来施恩所，阮伫礼拜中间感受到你的同在，伫礼拜中间感受你的快乐充满，你的荣耀运行伫这中间。阮也要同心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全地就上主出欢喜的声，恁就用欢喜的心服侍上主，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兄弟，咱即是要用感谢的心。进入主的圣殿，要来学主，来拍鼓啊，来学主。要用感谢的心，经营伊圣殿的门，要用学伊的圣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听到的人，因这中间就快乐快
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一切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一切中间着快乐欢喜，着行感谢的心，一生等的梦，着行到落你的成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定着的日，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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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行感谢的心，一日一生的美梦。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你一日中间着快乐欢喜。感谢主，现在咱只是要游玩徛地，咱要继续来学习咱的主，因为耶和华主上帝要做新的事伫咱的教会，阿门嘛。感谢主为咱备办33号日头新的礼拜堂，主福音的大门要为咱来开，咱就要出去为主来做工，为主来做见证，更较侪人入来咱的教会，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宣告，耶和华已经为咱做大代志，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以永远来做保庇。宴会更就安谧，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将雨水降落打扫的所在，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大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大欢喜，何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第二站，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有命令暴风停止，海洋变全无落去，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放开双手，咱就满足着伊。咱着大欢喜，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何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永永在来做保庇，宴会更就安谧，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将我最光的大小的。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何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耶和华已经为咱做大代志。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有命令暴风停止，海
欢喜，无论伊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可以就为做大代志。伊要引带百姓欢喜向前，伊将地国的地收赐予咱。伊要引带百姓欢喜向前，伊要引带百姓欢喜向前。伊将地国的地收赐予咱，伊要引带百姓欢喜向前。伊将地国的地收赐予咱，伊要引带百姓欢喜向前。伊将地国的地收赐予咱，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无论伊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活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活可以，咱着活可以，就会做大代志。搁一摆三个讲，咱着活可以，咱着活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上主。请坐，请坐。主是咱通敬拜我靠的主，伊逐日会看顾咱，咱着出声吟诗，常常来向伊来祈祷，主要保守咱，伫咱的一生，让伊当成做水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出声吟诗，出声吟诗，来称赞主圣名，扬起双手，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我求你充满我。
阮俄罗你感谢你，你互阮有机会来到你的圣殿来俄罗来敬拜，这是阮的福气。也阮会通伫遮同心自执，欢喜俄罗敬拜，你的宝座就设立，使阮伫你的百姓的中间，互阮求就看见你的应允成就。因为你是为着阮做诚大代志的上帝，伫你无恶正的事，无一项你袂话。主啊，虽然面对失去，总是你犹原有安慰；面对失去，你犹原互阮有盼望，互阮知阮头前的路。对这个世间到伫永远，你拢为阮备办好势。今仔日阮会通才正受阮的囝儿来到伫你面前。阮要用恭敬来听主上帝的话，也享受阮圣神的感动，互阮靠着你所加添互阮快乐，阮凡事拢会通去面对。感谢主，今仔日礼拜中间，阮恳求你伫遮甲阮三个同在，因为你的同在，互阮会通知影阮头前要安怎伫遮来倚靠你来向前跑走，按着阮所查的标。愿主你来受恩祝福，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起立吟全首。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上帝，阮要感谢你，阿罗你，你是掌权的上帝，管理一切的天气地动，你也是怜悯的上帝，互阮伫疫情中，倚靠你，无惊吓，无摇拽。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保护的救赎，互阮照着洗礼，成做上帝囝儿，互阮伫世上有盼望以后也会当和你相甲伫地。虽然阮会拄着亲人的死失，总是阮知，伊已经伫你的怀抱，阮将来也要搁相见。亲爱的圣神，阮感谢你，
因为你伫阮的心内用讲袂出的吐气来为阮祈祷，也互阮有彼此代祷的气力。阮即时也为着后礼拜12月初二临时的会会要选出长职长老5名，执事8名，求主陪伴遮个候选人的心，互因瓦靠你勇敢、壮胆、无软弱，也保守阮每一个要投票的人，互阮伫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旨意，照主你的感动，互阮选出你所合意的人。主，阮也为着上联大学，求主你保守因伫疫情的期间，无论是同工还是同学，拢会当得到平安。出入得到你的保守，求主掌管今年的疫情紧紧来结束，大家拢会当过着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敬拜，也求主你保守伫线上的直播甲关怀的课程。求上帝会当引带所有的慕道友，借着这个课程会当来分享主你的听。主，阮即时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赏赐互阮有新的心、新的灵，互阮亲像阮的新的会堂，是会当成做一个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的管道。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18篇，就是诗篇67篇，启用文18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一声。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即时请翠玲长老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毋免惊，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鹰搁较向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
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鹰搁较乡民，总是会平静。在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甲耶稣伫遮，毋免甲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毋免甲耶稣伫遮，毋免甲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感谢主，毋免惊，耶稣伫遮。即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到第4节。现代台语译本是87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好，咱做伙开声来公读。波斯皇帝塞罗斯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传过耶利米嘴所讲的话，感动波斯皇帝塞罗斯，予伊对全国颁布讲：波斯皇帝塞罗斯安尼讲，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下万国赏赐我，搁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去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通转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去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所有存落来的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的人就用金、银、财物、精心帮赞因，嘛着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奉献。以上，请本堂由牧师讲道题目是就安尼应验了。请咱同心来祈祷，成就万事，伫阮生命中有做遮个大代志的上帝，互阮会通经历对无到有，互阮对失望到毋望，互阮对不安到平安，拢是你的作为。求你照你的话语，伫遮来应允阮所恳求的，
开阮的心窍，阮来明白你的教示，叫阮去行，我拢诚做稳定的行日，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今日搁一遍做伙伫遮学乐来敬拜吼，啊！伫学乐敬拜中间，咱爱想讲，圣经甲咱讲。上帝宝座是用以色列人的儿女伫遮来设立，啊，所以咱咧想讲，你的儿女上帝宝座设立代表啥物？代表上帝同在。上帝若甲咱三同在，不管有大的风影，拄啊，迄种时光伫毋免惊，耶稣伫遮。耶稣若伫你的生命中间拄着真大的困境的时，永远当帮助你经过。我想伫咱在座的兄弟姊妹，你有经过做遮的轮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嘛，所以你上帝互你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应验过啥物吼？我相信透过祈祷见证会，咱会通知因安怎伫遐等待会通伫遐来经历上帝恩典拄我伫替就讲长老祈祷的时阵，讲感谢主抑佫会通伫遮来敬拜上帝，这是上帝恩典的吼。所以伫遮伊讲伊跋倒啦，我讲若要扣钱啊，叫我帮伊斗扣啦实在是咱年会愈来愈年长，愈来细去吼。不过真济代志是咱无法度伫遮来有了的吼。咱有稍可能去啉一下水啦吼。好，今日要透过安尼，甲咱三个分享讲，就安尼来应验嘛吼。顶礼拜有去地动惊着无？哇！我牧师娘靠我时阵我要惊甲吼，讲是啥物代志啦吼？伊拄好伫八楼我讲有地动吼，因为我伫路伫开车啦，所以无感觉啦吼。正咱有几遍的摇甲吼，如果你若住较悬有住足悬的楼无？几楼？19，有比较悬的无？几楼？22嘛，比你高安尼害了有心爽无？实在是有当时地动来的时阵你都要安静咧看有的人就讲话主啊救我除了安尼对无？我讲另外若半暝就头一个安怎？起来紧穿衫安尼较袂遐歹看安尼。所以咱咧讲足轻松，但是真正面对这困难的时阵咱有看到迄火车咧变迄条桥啥物桥会记袂？高寮大桥。我看到这条敢毋是我7月19拄仔行过安尼？7月19去花莲，拄仔去玉里，我嘛去住一暗的。迄经迄个7毋知有经过无安尼永远有伫遐行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中间，减少有真侪，你捌行过，你捌做过，总是一个久变化，互你感觉你料想袂到的所以顶礼拜咱发生伫台东地上的6.8的这真浅的一个大地动会使讲全台湾拢摇着啦所以伫遮咱有看到，无论是这个厝体岛，还是这火车你遐尼重的，你无法度想象讲会通伫遮甲演甲变过安尼那即卖咱看讲有这个生态的教授这个地球科学的教授，这个饶瑞军，伊咧认为讲有一个所在可能就是这个嘉南地区咱也捌知影讲过去有嘉南的大地动这拢是有言呐。所以伊就咧呼吁讲，政府单位也是讲，咱百姓你着爱趁早伫遐准备，要安怎准备，对无？伊要当时要摇你，哪会知啦，对无？所以可能爱准备咱好面对，安怎面对咱明仔载，敢毋是嘛？因为地动来，你要准备，可能准备一个地动的包对无？地动的一个袋你内底，我毋知过去咱有安尼准备无？安尼准备遐久，水拢嘛过期对无？毋知当时要来，咱拢毋知影。今仔日你知影咱看到哇，这个是较细啦我大概小讲者，就是讲上帝通过伫历世代遮的先知伫遮来安怎
来预言呐，所以内底有一个叫做亚利米先知哦。亚利米先知伊就预言讲，伫70年后满即个70年哦，意思就是讲，因受了到伫巴比伦，咱来学习一下教会历史啦吼。北国以色列哦，伊是灭伫主前的722年左右，由亚述帝国伫遮来甲灭掉哦。所以所罗门王伊的囝儿了啊，伫遮作恶作毒哦，离开上帝对无？所以行上帝所无欢喜的事情，上帝温准遮的外口的外邦伫遮来安怎甲因管哦？所以伫北国以色列分裂变做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早伫主前的722年。来受灭伫亚述帝国。若南国，咱遐看犹大犹大就是伫主前的586年，586年，互巴比伦所以咱有听过尼布甲尼撒王对吧？互伊灭掉，所以甲因掠去巴比伦。所以伫遐有一个先知，上帝透过历史代先知，其中有一个就是亚利米，伫遮来预言讲，恁当时有法度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然后受了后70年啦。所以70年满，恁就会当伫遮来转去。这预言你知影？对大概就是大概这个代志发生的进程，差不多200年进程。以赛亚先知就伫遮来预言哦。所以透过先知伫遮来预言，恁就要好准备，要准备啥啦？所以亚利米伫遐预言，因受了70年满伫亚利米25章第8节、11节到12节。伫遮有讲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因为恁唔听我的话，所以关键这个问题是啥？唔听上帝话，所以唔听后壁就有啥物代志？代志大条啦所以代志就安怎？恁会拄着拍远啊，恁会拄着安怎惊吓啦？互人拍，互人掠所以伫遮互人掠鸡仔鸟啊，掠甲无半只安尼伫遐有真侪精英拢互掠去巴比伦，掠去外国所以伫遮因嘛真毋嘛讲有一天咱会通倒转到伫故乡，敢毋是所以伫遮亚利米伊就受上帝的感动来传达上帝的心意所以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伊伫第1、第8到19年，伊先后头尾掠犹太人安尼所以伫遮咱大概了解讲，咱即马开始咧看以斯拉，咱对撒母耳上悬一条线甲跳到伫咱即马所看的以斯拉。以斯拉了，咱要看尼希米，拄好，伫遮甲咱安排拄好咱拄着圣殿要伫遐来起造，拄好伫遐要来献堂所以我感觉上帝透过伊的话，要提醒你我有啥物，要准备啥物，要参与啥物所以透过即款的所罗巴伯，伊头一遍来引带呼召这犹太人讲来咱来起造咱倒转来故乡有隆重回应无？无呢？第一批偌济人，5万人呀，因掠不止即个数目咧。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大概所罗巴伯第一批带转去，然后去即个圣殿。过来，咱也有看到以斯帖伊做奉献的时阵，这拢是大概伫即个时期伫波斯马代时代。过来就是咱看后壁主角就要出来，以斯拉以斯拉所以后壁就会讲起以斯拉，伊安怎伫遮来带大家来献即个声唱。后壁咱嘛最近佫会读到尼希米记，倒转来读到尼希米记。尼希米伫起啥物？声唱圣殿起好，声唱若无起好，安怎？
无采咧起哦，念伊就互人破坏。所以咧起城墙的时阵，一面爱揢兵器哦，揢武器一面爱揢安怎吼？迄抹头水的咧做的器具安尼吼，所以真辛苦，总是创纪录吼。吼，遮个对敌感觉讲无可能，哪有可能50几工？52工哦，有咧读圣经哦，52工就完全甲起好安尼吼。所以伫遐咱看讲圣殿起好，阁有城墙起好，伫遮来得着保护。所以最近咱要对安尼来看，互咱知影讲，上帝要透过遮个起圣殿甲起城墙，要伫遮来提醒你我，免我起咱即个殿呢。即个所在，咱毋通甲即个建筑要甲神物化啦。神圣化，因为即卖上帝耶稣到尾啊，在提醒咱，也是讲保罗在提醒咱哦，上帝圣殿真正意义是啥物所在？你我是啥物？你的身躯，我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呐。哦，所以咱毋通咱真正要敬拜，倒转耶路撒冷，敢毋是？但是上帝灵同在，所以今仔日。上帝要透过这段圣经要提醒你我，头一个就是讲，咱要认捌，这位上帝讲会到做到，只有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对你讲过啥物话，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可能透过牧者为着你来祈祷，透过可能你抽一个经文，就对你来讲话。上帝拢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遮来对你讲话。我会记我伫第2间教要换到第3间教的时阵，我提出辞职啦吼，小学员就惊一跳的，牧师，你祈祷啦，2个月了后开小会敢去讲哦，所以伫同个月，阮有一个牧者的聚会，所以有一个印度的牧师叫做柯安彤，因为为牧者伫遐分享了。为着每一个牧师伫遮来祈祷，哦，伫遐祈祷有翻译嘛？因为阮听无印度话伊用英文啦，哦，咱猜英文嘛，对不对？所以听了较无，所以有翻译，翻译佫有录音哦。伊讲，即马当咧发生一件代志，一件大的代志，这是上帝温存的爱，伊要引带你到伫新的所在。要互你做的是啥物？教会甲教会，教会甲政府安尼吼。伊毋捌我啦，但是透过这位有领受温顺的牧者，伊对我来讲话，我就记于心内。然后我知影伊咧讲啥，吼，要做啥，这是一个方向。但是你的心有相信无？我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到尾我嘛坚持讲，我到当时我嘛无找教会，我讲上帝的确会为我陪伴，哦，我讲上帝，我要休困3个月。你知影迄3个月是真正真快乐的时间，你知道吗？因为通带囡仔，礼拜去4个做礼拜了，然后带因去儿童乐园，哇，无甲3个月，哦，有新的教会来找我。爱我讲道就是新增教会吼，我想去甲所做拢照即个预言伫遮来应验一件一件，所以感谢上帝吼，上帝对你咧讲啥物款话，你有相信，迄个上帝要应允伫你生命中间啊无，这是足要紧吼。所以牧师若要移动要啥，拢会追求上帝的心意吼。无感动，毋敢乌白动吼。所以伫遮，咱爱了解讲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无论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上帝的确为你负责，总是你甲伊有好的关系啊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所罗巴伯伊要负起即个起圣殿，然后第一批呢，迄责任重大，所以伊要安怎有迄个信心来。做这的回应哦，伫你的生命中啊，咱后礼拜要选中职，嘛是同款啊。因为伫咧讲迄种话，不是，莫甲选啦。哦，我即回安怎，很好。上帝安怎感动你，你爱负责。
上帝呼召你，你有啥物款的感动？有啥物行动？我想上帝互你我有这款的活命，咱是毋是好好来运用咱的生命？毋是干那为着家己啊！上帝要使用你，互你伫无共款的世代中间会当参与啥？你会讲牧师啊，我都平信徒，搁加一个平语安尼吼，平信徒袂要紧啊，信徒就信徒啦吼。我会通做啥？每一遍拜五9点半到10点，我甲这一干事拢会带这个年中这个小组长吼，伫遐有小组长的训练。你知上年会上这啥物人？无总长咯吼，咱甲这个小组长啊，包括文成长咯，方伟这吼丽华这淑清执事，个婚霞长老吼，上个年80挂，80外。但是咱有当时啊，到年长前我老伙啊，无路安怎？咱常常会讲迄个无路用，老伙啊，老搁兼血本嘛，毋是啦吼。咱甲遮个年长的遮个小长，搁咱的区长吼，美会长落伊若坐伫安尼就好啊吼。菜咧安尼吼，咱甲因拍婆仔者吼。你知影，因为因安尼愿意献就因的时间哦，袂讲我毋知要怎带袂啦，半点钟了，因拢现学现卖了，因为烦恼讲安怎，见讲讲过去讲了，所以早起教了中昼食饱了就随教安尼安尼拢袂记啊，因为安尼你也知影，这4、5年来30-40个年长者洗礼咧，兄弟姊妹。顶回阮去中孝路教会，因咧分了我拢点啦，因为因做毋知2-3年安尼，其实咱做要6年啊做2-3年，有一2个、2-3个洗礼，足欢喜。我是拢点因为咱做6年30-40个不过爱将荣耀归予上帝，嘛纪念咱遮个欢喜献上你的工。因带可能社会人来，因较毋捌真理，所以伫各方面品格各方面拢需要咱怎？亲像罗马人书15章讲，你感觉你信仰较好毋？信仰若较好，就要担当担待就讲担当这软弱人软弱，敢毋是？互因得到安怎？利益得到好处，得到欢喜，过来才有通建立到伊的德行。所以咱顶回有洗礼，有这个兄弟姊妹因陆续伫遐来受感动嘛，回应这个救恩呢。嘛有因为这个年长者回应这个救恩，愿意担当领受。所以今仔上帝互你有无共款的材料，你有法度回应，你有钱你就献钱，你有工你就献工嘛。咱做来参与，如果敢若有将无变，我会讲这间教会免差对无？今仔后礼拜要选这个中职，感动你安怎选出合上帝心意，有圣神的同在，愿意扶持参与协助牧师伫你教会，兄弟姊妹，这最要紧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透过伊的话伫遮来有个啥？我要应允你，恁要倒去故乡啊！恁要伫遮来经验到，我要伫恁生命中间来成就。所以，上帝伫以赛亚的身上，伊叫伊伫遮甲因讲啦，甲因讲啥？讲是44章的第28节，咱做下读来。我对赛罗斯讲：你着替我牧养，你着完成我的旨意。伊为下令重建耶路撒冷，重新下圣殿的地基咧。哇！这是伫安怎？这是以赛亚是伫啥？这件代志的进程，波斯帝国兴起进程的200年左右呢，200年左右，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讲这个代志啊，要借着外邦毋捌上帝的王，要伫遮来替伊起圣殿。所以今仔日咱看到以斯拉记，
咱就看到安怎，这个波斯王，这个塞罗斯也是讲古列，伊好合本的翻译叫做古列、古列。果然伫遮咱看今仔日就是伊下圣旨，然后咧，来，恁就爱转去起圣殿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亚利米透过这个预言，拄仔咱有看到，咱做会读来。上主阁讲：我为巴比伦所定70年的期限一个满，我会眷顾恁，实现我对恁讲过要束缚的应允，带恁转来这块土地。所以了以赛亚较久200多年呢，毋知过几代啊，对无？2代、3代去啊。即马咱有看讲，这个人因要伫遮来起圣殿，若无上帝应允200年，过来70年，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头一遍，咱来看即个图啦，有较细啦不过我读啦，就种第1章到第6章咱要读的意思啦第一遍要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第2遍是伫7章到第10章，所以伫遮有2个真要紧的人物过来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过来是伫无共款的王亚达4世王的时阵都有这以斯拉伫遮来引出所以目前后壁佫有尼希米来起城墙，所以第1批、第2批，头一批5万人，第2批偌济？超5000，查甫超2000安尼所以毋是全部的人伫遮来回应讲来咱倒转来起圣殿啊，无呢？为虾米？咱来看讲头一个拄仔讲的讲，就是咱看即个王因受掠所罗巴伯伊受呼召嘛这是咱知，所以第1批的领袖是所罗巴伯。200年过来70年，哇！所以伫遮咱看讲，即马即个圣旨落来要感动啥物人？上帝先感动古列王，也是讲塞罗斯王，对无？感动，然后伊出圣旨，好来，我即个圣旨互恁，恁就会使倒转去安怎起圣殿？啥物人要转去？恁啥物人要起圣殿？若无你，我会参考敢若课牧师、课中职，有够无？无够啦。但是当时对因来讲啥？因互人掠去巴比伦，经伫遮娶某生囝，建立家业，安居乐业咧。你即摆要叫我搬厝，叫我放下所有的，还是你安怎？你是要去，还是要留的？你爱决定咧，对无？要留的。佫互人讲话恁有够无胆，还是安怎？恁上帝透过古列王，透过这个塞罗斯，伫激励恁的时阵，伊都外邦的王都愿意为上帝做恁呢？恁上帝的百姓恁也拢无安怎？袂顶袂当，还是拢无感动？你知影伫迄个中间，甲以斯帖记，咱有看伊讲了，有这个代志，因留伫巴比伦。这犹太人已经真安定，所以面对着这个挑战的时阵，我底界就甲以斯帖讲啥？你若毋做今仔这个王后的位是啥？啥物人互你的？上帝互你的。你若毋做代志你会荒废掉啦。今仔上帝互咱的恩典，上帝安怎互咱伫遮来使用但是即个要安怎敬，要留地，要倒转去，倒转去爱付出代价所以除了大概8、90岁，伊这年长者，因较有了解，也是讲听到故乡的代志。这新世代根本对故乡安怎无识啦，搁遐安怎变化我的旧厝遐伫的，无可能无啦，倒去啊！要安怎转去？转去要安怎？要带队，所以因爱想所以上帝激励你爱家己伫遮来选择，爱决定。
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对故乡无了解啊，免怎伫遮有迄个起造迄款的参悟的心。今仔上帝要激动咱的心，当时的迄个世间，迄个圣经的世界是安尼。所以对你我来讲，咱伫遮参悟，上帝安怎激励你，啊，你嘛会通伫遮选择。好参照这回的选举共款，你安怎去选择，上帝安怎激动你。你要离开你迄个舒适圈，你个爽快的迄款的所在，免怎进到伫上帝互你的一个条件嘛。第三，咱来看讲哦，这条路毋知是福气还是灾厄。咱知影后壁伫去圣殿有顺序啊无？会拄着真大的这压力呢？所以咱定定引用即句话，咱做来读下来。伊甲我解说，上主吩咐所罗巴伯的话是安尼：毋是靠权力，毋是靠才能。就靠我的神，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啊，这若好啊，本咱做到背啊，对不？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知咧讲即句话，撒迦利亚先知咧甲讲即句话是啥？伊咧做领袖要起圣殿，有简单无？无简单呐，就是讲有这个势力的反对的，有政治势力。有地头的势力，有角头的势力哦，这犹太人对内外，所以甚至有人讲你是要叛变，你是要叛变是无？啊，甲你敲安怎？哦，古列王较早安怎讲？所以亚达四世王啊，种后壁这王讲安怎？哦，定心，无去到一半天光。兄弟姊妹，咱看讲过去，咱嘛是咧去要买隔壁是嘛捌停过呢，介绍讲袂下，对袂？你要用国台副都的介绍来教咱，无啦。但是讲话咱的祈祷上帝安怎，互咱会通直接来去做，但是过来，牧师啊看你，啊我看啥？啊上帝看你。是敢毋是？所以咱要怎伫遮面对未来的挑战，特别伫这个后疫情时代哦，后现代愈来愈歹伫遮个团。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那这个无恶情的事，上帝甲你三同在，那呢你咧行啥？就亲像撒迦利亚先知甲所罗巴伯讲，毋是我靠你的势力哦。毋是我靠你的才能啦，毋是我靠你外交，我敬的是敬的愿意的，毋是作巧，毋是作迄落的啊，好像就作侪官能的愿意的顺服的。所以上帝哦，激动王的心啊，一个外邦的王，一个啊，当时的世界拢是伫个掌握的。但是咱看今仔日圣经拄好读，总是第5节咱无读到嘛吼。所以有啥物人伫遮来回应？犹大便雅悯遮个族长、遮个祭司、遮个利未人，遮个受感动啦，所以起来准备好势要安怎？就耶路撒冷去上主的圣殿。所以一个无信上帝的王，互上帝的神来感动。你咧？你是捌上帝，啊，你有受感动无？咱做来读这节来。对安尼，犹大甲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所有受上帝感动的人，拢准备好势，要上去耶路撒冷去做上主的殿。上帝神，伊要应允一个新的代志，大声伊感动人的心，伊感动古列王塞罗斯这个王的心。伊嘛爱感动这个百姓啊！我出命令总是啥物人要回去啊？你哪会去啊？对毋对？恁愿意吗？恁愿意参与吗？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这回应的犹大甲便雅悯的这个族长、这祭司、这领袖，因就起来，好，阮大圣，阮来。教会拢是安尼啦，吼，就是有一批愿意，然后伫遮来去做。所以，当上帝的神来激动因的神，因就安怎起来，
就是这嘛。所以所罗巴伯伊带头，今仔日咱做领袖嘛是讲来，咱做来去做，咱做来奉献，就是现在。所以昨哦，咱为着后礼拜咱要去试验看卖找有真侪这同工因着愿意受呼召来搬椅啊先来整理来搬椅啊连咧小朋友嘛来安尼足甘心的这拄啊初信的会友的囡仔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就是现在呀，昨我伫遐咧翕因为迄个相机的角度差不多有限制啦总是去看。以后去看我 FB， 我的360度的一翕落你会当看全部。过来咧，后礼拜你若来，你就知啦所以伫遮兄弟姊妹，咱要伫遮来起做上帝的圣殿，大家伫遐拜免拜较好势安尼哇！迄音响一放落蔡文长老讲，好好听咱。同工有用心，咱的副村长了咱的装修小组咱的小会真用心伫遮咧筹备过来咧青年过来10月15有一个要安怎激起咱做伙伫遮来起做这个教会所以有运动会这运动会你嘛是讲是毋是咧扭大扫，还是讲招标，还是无遐激烈啦因为咱拢知影咱的会所愈来愈少年啦无来年厝啦所以伫遮有办一寡只的可能3个人考虑的小组你3个人少的你15分钟有一寡活动互你做你就可能上网打卡是安怎互你所以你爱找啥无共款的人，你嘛会当去找安尼所以伫遮。10月15，过来10月30，咱的3357意思就讲33号纪念57周年，咱献堂感恩礼拜安尼。所以这青年就是因爱发挥，一直修整安怎？因为咱的小组提出，我要招20个人有困难，奇怪人拢走去对。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互咱会通伫遮来参与所以伫遮财务部。牧者团队也是讲咱的这个筹备小组，嘛有想着讲免回应，互咱回应。你若参与伫奉献顶面，有迄个限量限量的纪念的这个纪念品牧师先讲限量像迄纪念红酒这咖啡甲手工皂，这拢数量有限所以伫遮就是讲你参与咱手顶有一张无？你量力而为，你会通照你的能力对500一直到1万，你要较加嘛袂要紧。你会通做啥物？你通参与？伫遐装备设备，也是讲我会当参与。未来伫遐，我将门拍开毋知啥物人讲，牧师门甲关我就是调工要拍开。你知影3楼落来、4楼落来，遐一寡少年的行过。看者，行过看者，我着坐遐因拍招呼，互因看内底足水啊！伊毋甲佫放落因若经过一定拢回头看的啦。未来咱要做啥？青少年遮的、年轻的遮的，对无？遐较矮少年的较矮遮呢，咱拢会使啦反正遮较挑高啦，所以咱会当无共款的需要，互人伫遮来选择兄姊妹，今仔日你会通参与啥？参与去做，无论是献工、献钱，也是献其他的你的时间咱有看讲起来就是即嘛，但是有一个过程，咱咧等待这个新的礼拜堂，这有一个过程，敢毋是疫情的关系所以顶遮拢会影响，但是需要时间。但是咱要相信上帝的话上帝恩典教义上帝要透过你我的参与，互这圣殿会通真做得人亲像得喜，会通透过这圣殿，互人相信上帝的话有一对姊妹是咱的会友先生无信
昨暝就行过，我来，我伫遐，免啊，我来啊，免来啦吼。所以甲先生来，伊嘛真肯定伊太太。我看伊逐工拢咧读圣经啊，赞啊，对无？足侪时间拢会教会啊，如何？你若来，个愈赞对无？无啦，我都拢传统诶哦，我嘛是较早嘛传统诶啊。所以伫上帝哦，无恶正事。你若相信上帝话哦，上帝稳定搁较加倍啊！所以肯定啦，又肯定伊诶太太，哇，真用心伫这信仰，哇，赞！讲你若来搁较赞。呀，姊妹，上帝话你有相信无？相信第二个还无够，要有顺服啊！王顺服对无？咱做来读来，王的心伫上主的手中，亲像水流，照上帝所定的方向得流啊！咱伟人做后辈啊，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动，敢毋是？所以这表示讲，这位上帝是啥物？掌管人的心，会通感动，甚至无信的，伊搁颁布迄个圣旨，讲啥？来，恁啥物人要转去，对无？过来咧，来，恁这无信的，恁献钱、献金银，搁啥？精神，互因交通路用。我听看上帝真正，足甘心的，对无？伊不管激励王甲激励这百姓，然后咧感动这无信，甚至来恁来捐献来互伊安尼算恁嘛有份参与所以互因倒转去无有这顾虑啦。所以兄弟姊妹，今仔咱看的圣经虽然40，但是毋茫咱第一章甲看过。所以伫遮稳定教业用会去我上任的时阵，时阵教会送我一个匾啊。读一下来，什么字？得地，得地为业。上帝互咱得地为业，得到地最业，迄是无想到的，对毋对？今仔上帝稳定教业用，互咱透过进前咱的信仰前辈，咱的兄弟姊妹有眼光，先去取得观音的地。过来，伫遮来交换这个所在，咱顾较会着啊。咱相信上帝稳定教业，所在有啊。正好咱的青年入去到国中，那么咱透过社区才会做做活动，牧区入来啊。所以兄弟姊妹，有些少年呢，伊在负责这个事，用牧师、长暗。伫电梯讲牧师，我要找你问道理。我说问道理是找我面谈呐，面谈了甲小会员问道理啊。你知为伊祈祷偌久诶？伊阁参与伫即个囡仔诶高班呢，所以今仔伊摆拄遮困难啊，伊伫11月要洗礼。你有看到啥？上帝稳定教业。嘛要使用人参与伫伊个圣工的顶面，你我上帝互你足侪恩赐才调呢？你是要应用这个，还是起来？亲像所罗巴伯，亲像迄5万人，亲像后壁的5000人，做伙伫遮来起做。圣诗讲毋通应用起来上帝讲到咱做伙来参与。等你参与的时阵，上帝就要为咱做成大代志，检视。所以咱信靠上帝话，上帝话就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话要启示咱头前所要行的路，你要回应无？你要叮当无啦？还是你要不动如山？我毋是讲如山不动啊，因拢咧参与你是要回应上帝圣神的感动无？咱做伙去用这句话，你若要互上帝伫你的生命做大代志你还会回应你愿意？咱做伙来。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
用粉彩来做木笔，烟花更照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将雨水放落打扫的所在，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欢喜，学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有命令保风停止，海洋平静不过去。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百鬼杀出手，咱就我一定。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欢喜，学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欢喜，学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我这边来宣告，咱就大欢喜。咱就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欢喜，学落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我可以。咱就我可以做会做大代志。阿咧，最后愿荣耀归乎你，因为一切荣耀是对你来。主啊，因为你互无变做有，因为你互迄个趴远的要变成做荣耀。主啊，你起造你的教会，互阮会通做伙一只同心来起造，你的应允就要应验。愿主来祝福，互阮所听的。记伫阮的心内，也正做归咱行动，都会回应上帝的恩典。愿主你的圣神来激励阮的心，亲像你安怎激励古列王，激励这个所罗巴伯、以斯拉，激励这个百姓，你也激励你的百姓起来，伫这个现代时间，愿做伙来看见这个世上的灵魂。因安怎伫你目睭，嘛是看最宝贵的。愿主圣神来激动阮的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咱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
拜上帝，我们为着会当过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三角来自责献上感谢。感谢主无时无刻看顾阮每一位的兄弟姊妹，无论是地动，或者是气候的影响，可能风台的影响，主你有缘看顾阮的每一位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拢有平安甲喜乐的生活。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主你值得阮来甲你学乐甲感谢。主啊，阮下一个主日就是要过去新堂来做礼拜，阮要求主继续引带迦南教会头前的路站，嘛要求主，互阮有新的看见，互迦南教会会当做桃园市传播福音的中心。即马，阮要来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来接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请牧师报告。报告大请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的兄弟吼，王春祥一家吼，伫后壁遐吼，来徛起来，甲因欢迎哦吼，感谢上帝吼，请坐请咱的同工吼来甲因拍招呼。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来，甲咱三角来做礼拜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咯。咱伫57周年有一寡只的迄个活动，10月15号的运动会，10月22，咱嘛有即个花艺展吼，咱有插花伫遮的遮的展览。筹备小组嘛为着咧要安怎感谢咱的参与，有遮一定的遮钱额的一个限量的纪念品哦吼，所以请咱会通按照你的能力感动伫遮来参与奉献。咱伫10月初2吼，咱后礼拜吼因为有联合所以场所爱开迄个，所以咱后礼拜先过遐吼。以后咱就会着祝福遮个青年，才会当过遐来做聚会哦吼。第3场共阮伫7楼照常吼。召开咱的临时会员合会要选举中级，咱来看吼，要选5名的长老，4年任的4名，3年任的1名，8接受4年任的6名，3年任的2名吼。所以大概咱目前有几个会通选的名单，所以咱伫这中间要来选5名，所以咱伫基督中间，请咱来叫上帝安怎感动咱来选哦。接受咱是普选，总是小会嘛有推荐，伫遮有定定咧参与咱的圣工的兄弟吼。咱会通对即几位中间来选出8名，这公布栏下骹拢有答啦吼，所以按照咱的感动所以若有意义伫9月25进前，小会书记陈敏德长老来提出。咱若无法度参加的陪参会员，请伫10月初进前，用书面甲咱的小组长也是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咱后礼拜就是9点半一场了吼，所以请会员照你的小组组别伫遮来坐哦。小会员伫8点半，咱伫新屯2楼遐吼，来召开小会。小组长请伫8点50到新的礼拜堂吼。伫遮要来点名发长老甲接受第一次的选票，票选了后吼，请咱投入即个票柜。会员领票报到签名投票然后咱就入来做礼拜11点的截止。统计了票数会交互牧师伫遮来宣布。若无个进行第2次的选举这是咱后礼拜请咱小组长也是通知伫即礼拜中间来通知咱的小组员来当来若要当来，就爱请假。咱10月初6要举行今年上尾变成第6次的圣礼典，若要洗礼伫10月23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
咱伫9月今仔日有即个12点吼，12点中集，请咱先来参加中集会吼，因为2点佫有领袖列车的即个课程。咱伫后礼拜吼，可能爱麻烦咱伫1楼吼，1楼遐先刷卡点名，甲过迄边吼。过迄边来参加礼拜吼，因为迄边一寡只电脑设备搁咧设备啦吼，所以后壁咧比手语我来看咧吼。所以今仔日因为落雨，所以就无医疗的咨询咯。来，咱迄个军城的即个遗族吼，伫楼顶是无？徛起来来吼，咱甲因关心哦吼，甲因关心。军城是有改过名啦，伫丽春这的小弟啦吼，伊军城的太太伊的后生查某囝拢伫遮吼，咱好请坐吼，请坐。咱伫拜六哦，过来即个拜六吼，9点半伫桃园市立殡仪馆的美德厅，这军城是将首相兄弟的公主啦吼。伊嘛是甲我同年的吼，所以有人的性命就是安尼吼。但是感谢主也得到即个救恩哦。伫迄天的9点半，所以拢伫遐啦吼。9点半入念吼，甲个别早点火化3点吼，下晡3点是三甲的天品来举行安放吼。即礼拜是暗时8点伫7楼有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的神来安慰因失去亲人的哀伤，咱会通做伙参与，互因会通得到较大的安慰。咱地教组的李信宏、林静文夫妇今仔日下晡5点有一个入厝的感恩礼拜吼，伫民友5街263号8楼之4。其他就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今仔金句读2遍，做伙来。波斯皇帝塞罗斯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亚利米的嘴所讲的话，感动波斯皇帝塞罗斯，互伊对全国颁布讲：以斯拉记1章1节搁一遍。波斯皇帝塞罗斯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亚利米的嘴所讲的话，感动波斯皇帝塞罗斯，互伊对全国颁布讲：以斯拉记1章1节。是。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愿》，临时刷请牧师祝祷，请起立。阿罗天父万福本愿，愿灵给大人爱交者。小我做犯罪，我中保将你万关。阿罗诚心感化罪人，受属灵灵恩惠的事。阿罗先百姓行相信三位的。同心祈祷，领受上帝所愿令大家的主耶稣基督救恩，拢会通平安过日。愿主上帝以自爱的手来保护看顾恁，引带恁会通正到伫你荣耀的恩典内底。也愿主圣神来感动你我，感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起造伊的殿，也互得救的人日隔天，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
来默祷。咱今日礼拜就到这，愿上帝赐福咱稳定，甲咱三个同在，咱彼此来请安。